美国国庆活动各地拢无平静，芝加哥、Philadelphia 拢被清拆案，人讲到芝加哥至少有6死30几伤。中国陆西亚少年线出现在钓鱼台附近海峡，营造钓鱼台是中国的这个假象。台湾外交部、日本外务省拢表示抗议。乌克兰战后差不多爱开这个$7500，咱讲差不多是22条这代票。乌克兰总理唔望使用陆西亚被国际没收冻结的资产。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咱要来关心到这个美国这个 July the 4th， 咱讲到这个美国国庆，不是个咱讲今年游行活动有影无平静。伫咧芝加哥郊区这个海伦公园区哦，咱讲一名22岁嫌犯自厝顶的塔门向游行队伍开枪来乱射，民众本地叫是国庆这个宴会，未手却发现讲这根本就是恐怖枪杀案，至少是6人死亡，嘛有36个人受伤。警方调查，这嫌犯可能是随机来犯案。全部武装的警察徛在车两边，进入庆祝现场外口有封锁线，警方提窗枪，一间一间房间来搜查。美国7月7日国庆日这一天，芝加哥北边的高地公园国庆游行者都开始无偌久，就传出枪声。参加游行民众所翕的影片当中，因听到无偌远所在传来枪声。一开始民众叫是放烟火，了后开始有民众逃出来，才知影发生枪击，大批警察也赶到现场。I remember hearing shootings and going like, that's and then reloading and then again, and people screaming and running. It was just really traumatizing and scary. It was just horrible. I went back. There was a few people shot on the ground, and there was a little boy that was in one of the police officers' arms, and tha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游行民众到伫现场，留落规街路的椅啊、红影车甲毯啊。伫现场的人讲，枪击发生的时阵，就亲像战场共款。警方研判，凶手应该是随机犯案，伫游行期间秘伫厝顶的窗啊，一个稳备个保护枪决地点犯案，互街内警方无论为倒一个角度，拢无法度伤害伊。伫真济执法单位合作追捕之下，几点钟内就将22岁凶手克里莫杀死抓到案。What I can tell you at this moment was approximately 15 minutes ago. The subject that we were looking for, the person of interest, Robert Cremo III, was spotted by a North Chicago unit at Buckley and 41, his vehicle, the vehicle that we were looking for. 到7日为止，美国到即马已经发生308件大规模枪击案。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枪击案感觉着惊，佮强调会甲枪击暴力奋战到底。公司新闻第非真评价。另外咧，美国国庆同一日，这个美国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 这个所在国庆活动也逼出着枪杀案，2名员警哦，咱讲受伤，目前嫌犯也未抓到。Philadelphia 这个市长就批评讲，美国是武器上济，是世界上咱讲上无安全的国家之一。音乐会演啊，萨甲外国市川民众着叫到伫活动现场，到伫芝加哥爆发大规模枪击案了后，宾夕法尼亚州的会社也传出枪声。当地时间7日暗时，凶手攻击一场庆祝活动，地点就伫有名班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2名员警不幸受伤。They were working security details on the parkway, just before the fireworks went off. Officers didn't hear any shots or any rounds being fired. 调查员警送医了后，已经无啥物要紧，不过凶手依然在逃，身份甲动机依然无清楚。会社市长是呼吁美国需要搁较一个管制枪击。This is a gun country. It's crazy. We're the most armed country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we're one of the least safest. 连续发生枪击案，互美国国庆变调。总统拜登表示，虽然枪击安全法已经有真大突破，不过还佫无够，伊会甲枪击流行病对抗到底。You all heard what happened. You all heard what happened today. But each day we're reminded there's nothing guaranteed about our democracy. 伊了后参加庆祝活动时阵，也为芝加哥不幸遇害民众默哀。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网站统计，全美国每年有4万人死伫枪击，包含自杀甲他杀。公司新闻7万人评价。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关心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罗西亚这个军舰哦，人讲拢出现伫个钓鱼台，这两国亲像咧讨教，营造这中国有钓鱼台主权。另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韩国最近举行财经界这个会议，韩国总统尹锡悦就指出，这通拍开改善两国关系大门。另外，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民众为着抗议油价直直起，伫高速公路亲像久安尼咧扫，然后共款班造成大塞车。英国警方咧竟然被通知要对抗议者态度较强硬咧，引发民众不满。另外，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国庆在Chicago庆杀案，凶手美丽的厝顶开枪。Washington Post 共款报道国庆游行攻击案造成6死。报道指讲，即阵美国大卫有这个安全的所在，这个庆杀案嘛对拜登连任真正无乐观。另外，再来关心这罗西亚入侵乌克兰战争哦，已经超过4个月。人讲乌克兰大片领土拢被毁掉，中间是条非常长的路。人讲美国伫咧第二届这个世界大战，对西欧国家哦出资金来帮助中间。即阵咧嘛咧讨论讲要模仿这个 Marshall 计划帮助乌克兰，这是这金额真正22条这新台票啦吼。欧洲投资银行信托基金先投资3.15条来协助。另外咧，这个乌克兰总理哦，这个辛茂伊嘛讲到吼，这个各国没收或者是冻结罗西亚政治头人的资产，全部用来中建。但是这阵罗西亚是加强火力入侵乌克兰，罗西亚总统普京甚至命令国防部长继续来进攻。41个国家代表甲19个国际组织测试超过2天，伫瑞士第3大金融都市卢加诺开乌克兰中建会议，为战后的中建计划规划路线图。乌克兰总理舍米加尔伫第一届议程指出，战争所带来直接基础建设损失超过1000亿美金，也有1200多间学校、200多间病院、数千公里的水电加速管线、公路甲铁轨路拢毁掉。估算中建的总经费会有7500亿美金。这么多钱要为倒来咧？施米加尔提议为各国没收甲冻结的俄国寡头资产来下手。Хто має заплатити за план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який вже зараз оцінюється в 750 мільярдів доларів? Ми вважаємо, що ключовим джерелом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мають бути конфісковані активи Росії та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лігархів. Російська влада розв'язала цю криваву війну, вони спричинили ці масштабні руйнування і вони мають понести за це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Заморожені активи Росії за різними оцінками складають від 300 до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доларів. Частина країн вже почали процеси не просто заморожування, але і конфіскації цих активів.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呼吁俄指出战后，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成为中建乌克兰的新马歇尔计划。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伫议场指出，俄国想要破坏乌克兰存在，不过伊言为战会当中起来，加做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国家。另外，俄乌战争即马已经超过4个多月，俄军推沙为东部的利辛斯克撤离了后，卢甘斯克也就是大半的顿巴斯地区落入俄军的掌握。俄罗斯总统普京甲国防部长绍伊古测试面对面举行电视会议，一方面宣告卢甘斯克战会胜利，另外一方面要加大攻势，攻向其他的地区。Мы должны выполня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по ране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м планам, по единому замыслу. И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будет на 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роисходить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а Луганском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另外是咱的这个钓鱼台主权争议是继续来烧。日本防卫省咧昨日是公布一只中国护卫军舰出现伫咧钓鱼台挖近日本临接海峡内底，另外一只罗西亚的军舰同款嘛伫无偌久的时间出现伫咧钓鱼台，这也是咱讲2016年6月中国罗西亚军舰小连续出现伫咧这个所在。咱国这个外交部是强调钓鱼台是咱台湾的领土，会密切关注中国和罗西亚军舰的这个动作。另外咧，日本媒体就分析讲。中国和罗西亚好亲像是套好招，要营造中国伫咧钓鱼台这个主权。中日紧张的情势升温，日本防卫省测试公布一只中国海军江威2级护卫舰伫钓鱼台海峡，日本的邻近海峡内航行。另外一只俄罗斯军舰嘛是同款，面对中国军舰同一天出现伫钓鱼台4周围海峡，日本国防副长官木原诚二对这代志表示关心，并提出抗议。
外交ルートを通じ、中国側に重大な懸念を、表明し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再発の防止を求めたところ。中国海警船依法对日本右翼渔船开展现场执法，是维护主权的正当举措。中日针对钓鱼台主权空中对呛，不过咱外交部是讲，钓鱼台历史是咱国固有领土，无容允质疑。对中国联合派军舰进入台湾甲钓鱼台水域，拢会密切关心伊的动向甲动机。钓鱼台的列屿是我国的一个固有的领土，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论其他任何各方所采取的一个片面的主张跟相关的行为，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产经新闻报道，为2016年6月以来，中国军舰当时挖进钓鱼台，认为可能是讨好的，想要协助中国落实钓鱼台的主权。学者分析，这是有可能。不过，更较侪是向美国来示威，凸显中美两大强权伫俄乌战争无共立场。我认为也是一种在向美国施压的一种动作，对。那尤其是在乌俄战争的这个脉络之下，那当然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嘛，那就是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也是比较明确的表态说他在中国这一边，然后去做一种协同的动作。学者指出，中国最近真接有同款的军事行动，包括舰队分别是日本列岛一任，引起日本高度警戒，也有可能中俄联合的军事行动会变成四常，东亚情势未来会更加不安。记者综合报道。是有讲到，咱讲东亚情势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日伫咧接受英国 London 这个专访的这个时阵，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战略都应该爱来明确。伊烦恼讲中国即阵透过国际宣传影响台湾的这个主权。另外，咱嘛讲到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伫6月中和英国官员会谈了后，后来咧中国竟然对英国政府来提出警告。咱国外交部就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根本就无权利伫遐公东公西。最近中美因为台湾问题针锋相对，相当友台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时出席英国智库举办的座谈会，表示虽然家己伫国务卿任内无成功推动，也毋过美国应该放弃对台的无清楚战略。俄乌战争证明无清楚颠倒更较危险。也毋过，伊上烦恼的毋是中国武力攻台，而是用类似替香港的方式削弱台湾主权。Political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operation and taking over via security apparatuses, right? Jailing people once you gain sufficient powe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a way that that de facto makes it part of China, only to lead to some years later even less sovereignty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蓬佩奥认为，这是台湾上大的风险，一定要想办法防范。即马中国伫国际上一直打压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6月中访问英国，就加入 CPTPP 等部协议题，甲英国官员举行会谈。结果会后，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强调台湾是中国被当切的一部分。外交部这边我们严正的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政府无权智慧。美中唔拿就台湾议题交手。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初时伫北京清华大学论坛上公开谴责中国伫俄乌战争中协助我国散布假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立坚是回批散布假消息，甲白插话是美国，互相拢无被相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关心天主教教宗最近是传出健康这个有问题啦吼，甚至治疗癌症。不是讲伊最近接受这 Reuters 专访的时阵，否认家己有严重的这疾病，嘛强调讲将来无想过要来施治。伊佫讲咧，希望伫咧9月时阵通访问 Moscow 和 Kiev， 要来协调罗西亚和乌克兰赶紧来停战。关亚图的笑稳稳教宗方济各行入会客室，面对来迎接记者的问候，深色的回应。今年85岁的教宗方济各初日伫梵蒂冈官邸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甲记者讲90分钟，针对传讲伊伫去年7月因为大肠憩室炎切除部分大肠的时阵，互人发现治疗癌症。教宗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A me non l'hanno detto. A me non me l'hanno detto, ma l'hanno spiegato bene, punto, no?
Sono le chiacchiere dei corti queste, le chiacchiere dei corti. 教宗进前宣布8月底计划包括召开全球趣味会议，选出新书记，讨论新版的宗座宪章，佮计划访问意大利中部古城拉奎拉。外界伫要伊的学兼任教宗本笃16世死掉即位，对这代志教宗否认。Tutte queste coincidenze hanno fatto pensare che forse sarà la stessa liturgia, no? Ma a me non entrava in testa, no? Questo non mai è passato in testa. Per il momento no. 不过教宗声明，若做健康无好，无法度履行职务，可能会辞职。互人问起到是毋是最近这几年，甚至几个月来，伊是回应讲，阮毋知影。天主会的决定，教宗是讲伊进前因为骹紧发炎的情况下，大无在。地师正边骹头有小可骨折，经过镭射治疗，已经治疗好啊。会伫月底去加拿大访问，所以希望9月会当去莫斯科甲基辅访问。伊一再表示愿意做俄罗斯甲乌克兰的订人，早一日停战。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咱讲这个离到定无偌远的这个意大利最近是因为气候变迁出现70年来上界严重的这个一届政府赶紧宣布5大区进入紧急状态。另外，咱讲到全美，咱讲上大的这个 Hoover Dam 水位一直咧降，若是这情况继续无改变，恐惊会影响规个发展。原本拢是河水地区出现大片沙洲，沙地顶悬还可能看到大石鱼啊。意大利上长的河流波河因为苦化，面临水位一直下降的危机。Allora, io sono 35 anni che faccio l'agricoltore, una situazione così non l'ho mai vissuta. 波河是意大利农业用水重要来源之一，因为雨量不够，山区积水也不够，样式都较少，结果互农业用的灌溉用水欠缺。Praticamente non piovendo la portata del fiume Po si è abbassata notevolmente e quindi non è sufficiente per contrastare la risalita dell'acqua di mare dentro il fiume. E questo comporta appunto che nei nostri fossi abbiamo l'acqua di mare, quindi acqua salata e non idonea all'irrigazione. 当地农业组织指出，意大利拄到70年来上严重的苦化，30%以上农业生产受影响。为解决危机，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7时宣布，波河经过伦巴第在内5个大区进入紧急状态，地方政府有必要应对家庭或者是企业限水，同时投入3650万欧元解决欠水的问题。另外，美国西部被列为土木工程奇迹，全美国上大的复合水坝形成的美丽湖，也因为苦化，水位每礼拜1英尺的速度一直下降，即卖水位存无到1050英尺。At elevation 950 feet above sea level, Hoover Dam can no longer produce hydropower. We depend on the snowpack in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we haven't had over average snowpack in the Rocky Mountains for over 22 years. 美丽湖水源挖靠科罗拉多河，科罗拉多河水量佮挖靠洛杉矶山脉积水。不过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落雨变少、气温偏悬，积水严重无够，河水量也减少。工程人员指出，要采取行动减缓暖化，佮对水资源进行适当分配。若无等到美丽湖水位升过低，无法度供电或者是供水，有数十万家庭受影响。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另外，咱讲到疫情和这个战争的这个影响，全球拢出现真大的通货膨胀危机。南韩今日是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咧，咱讲同期大起6%，创下24档来新高纪录。市场嘛按算讲，后礼拜阁要升利率，2码可能性是大大增加。另外，这个欧洲、德国、法国同款受到通货膨胀这个影响，德国总理 Scholz 紧急和相关单位协商，要来做应对这个方法。法国经济学家嘛烦恼讲，明年经济恐惊会出现大消退。南韩通货膨胀一直起，上新的数据显示，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起6%，已经连续第15个月超过2%的预定目标，创下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了后，将近24年来新高。 대외적인 물가 상승률, 그러니까 국제 에너지 원자재 가격 상승, 국제 곡물 가격 상승, 뭐 또 거기다가 그 글로벌 공급망 차질 등 그 물가 상승 요인들이 많은데요. 지금 말씀하신 대로 제가 뭐
덧붙일 건 없을 것 같습니다. 为了降低物价，并防止出现资金外流，外界预测南韩央行有可能第13头一届一困相关利息2码。以欧洲通货膨胀危机同款严重，德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比5月的7.9%有降低，来到7.6%。不过出口衰退出现31年来头一届看到的贸易逆差。总理肖兹礼拜一甲工会代表、雇主协会领导人召开会议，坦白讲德国当面临历史性的挑战。Wir müssen uns darauf einstellen, dass sich diese Lage auf absehbare Zeit nicht ändern wird. Anders gesagt, wir stehen vor einer historischen Herausforderung. 法国6月通货膨胀为5月的5.2%升关为5.8%，估计到9月会升关到7%。法国央行已经将今年的经济成长调降为2.3%。经济学家预测，连做石油甲天然气的供应一直真严，德国甲法国甲其他欧元国家到明年开始恐惊会经济衰退。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有影吼，咱讲到这个物价直直起，咱讲钱变薄这个现象啊，好好来控制。不是讲咱嘛讲到 COVID-19 吼，这个疫情已经较上头啊。全球旅游这个人数是去年同时阵的3倍遐尔济哦。观光业者即阵拢想好好啊，要来好好把握这波旅游的这个商机。但是咧，咱讲到包含伫咧西班牙、葡萄牙这个饭店业者，所出现大欠工的这个情形，只好赶紧来请无经的人来斗3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露天餐厅甲酒吧，今年热天虽然热浪来袭，不过依然人真多。服务生是无用试试，不过骹手严重不够，所以餐厅继续打找人的客数。业者希望赶紧找充足骹手应付热天旅游人潮，找无服务生。酒馆业者马里文尼爱心兼真济工课，为联络供应商甲家己捧盘，为透早一直无用到半暝1点才休困。por todo lo que hemos hablado de los salarios o de las horas que se tienen que echar de más. Pero es que yo creo que la crisis es una crisis estructural de la economía y del trabajo en España, no solamente de la hostelería. 另外一间马德里的餐厅酒吧找无有经验的服务生，只好请学生，而且还要配合学生的时间，才能在周末营业。Entre semana no estamos abriendo, porque no tenemos manos. La gente entre semana pues está estudiando, y si estudia pues no puede trabajar. 新冠疫情重创全球观光旅游业。根据联合国亚太国际旅游组织统计，全球总值3.5兆美金的观光业，为2兆美金。欧洲上受欢迎的旅游地点，西班牙甲葡萄牙。疫情期间，大部分的人拢已经找别的头路，加上这2个的观光服务产业也大量靠外来移工。不过，真侪移工因为本国疫情，也是无法度出国。少年人即马拢该导入科技业工作或者是客服中心，造成西班牙敢若是餐饮业都欠工20万人，葡萄牙饭店业也欠少15000人。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另外，咱个镜头来到这个印度，咱要来看吼，一群人因专门咧为印度较偏远地区的民众哦，提供一寡这个基本的公共卫生甲健康的服务，因或者是阿舍。咱讲咧，这定是女性志工为主，因主要是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不是个，咱嘛讲到最近连续几个月，咱就发现到有几若千名这个阿舍工作者，因开始行就街头来抗议，为着什么咧？因为因伫这个印度被当作是单纯的这个志工，因拢无固定的这个薪水，因即阵嘛开始呼吁印度政府应该提供上低这个位级标准，另外嘛保障因的退休金。做伙来看。就算是日头赤炎炎，这群女性也是每天伫印度的贫民窟四界无闲。这个女性伫印度叫做阿莎，因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会当提供印度几600万散车人公共卫生甲健康服务的专业人员。因为印度的医疗资源本来就真欠缺，佮加上印度有65%的人口拢毋是住伫大城市，一寡庄脚所在医疗人员的人数根本无够。所以，印度伫10几年前开始招募一个女性来做阿莎，互较偏远所在的中下阶层，嘛会当接受到基本的健康照顾。We've been assigned an area of 400 houses. It has a population of 2,000. We take care of these people, including pregnant women and senior citizens. 马蒂达是10几年前第一批参加做阿莎的女性，伊这几年来已经伫这个地区服务超过1000个家庭，渐渐得到全民的信任，愿意接受伊所提供的医疗建议。He's better now. It's his first month on medicine,
I'm here to ensure he's taking it the right way. If he makes any mistakes, then I have to advise him. 这阿莎的工作者，尤其伫这2档 COVID-19 疫情的期间，伫印度发挥真大的作用，甚至受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颁奖表扬。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来，包括马蒂达在内，有几啊千位阿莎工作者行上街头抗议，因为按照印度政府的讲法，因只是志工，无固定的薪水，敢若会当摕到淡薄仔补偿金，一个月阁无够台票3000块。We have families to feed. We deserve a minimum wage. We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workers. We should be enrolled in the pension program and have social security. 十几年来，因作为印度济散车人健康的守护者，但是因的权益嘛需要印度政府好好来守护。记者甘恩恩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詹伟民，马在同一个时间咱再会。